歡迎大家嚟到飛仔哥嘅講古唱金曲直播間。今日例牌係先傾偈，再唱粵語金曲。有人話點解飛哥唔再讀《蔡廷佳自傳》啊？因為最近唔提倡打仗咯。飛哥一個草民，讀太多抗日嘅書，怕友邦人士有意見啊，甚至俾人投訴話飛仔哥影響國際關係，咁就弊家伙啦。今日嘅題目係黨外人士嘅幾點意見，一睇就知呢個話題會俾限流啦。各位朋友請即刻點擊關注飛仔哥嘅視頻號，費事今日聽完要一兩個月先再刷到飛仔哥，咁你就知道乜嘢係限流啦。但係飛仔哥係典型嘅廣東直男噃，心口掛個勇字，該講嘅仲係會照講，只要係好嘢，只要堅持講30年，總會有人睇得到嘅。市場細，仲需要付出比其他主播更多嘅時間，更多嘅堅持，先有機會搵兩餐。呢個就係做粵語主播嘅難處。國語主播隨隨便便就過萬人收睇，我哋就要等運到流量500就要俾停止推薦啊！就算有成萬粉絲，都冇機會睇到，點解呢？費事你俾平台添麻煩，所以斬腳趾避沙蟲咯。冇問題，我哋粵語主播會服從管理，顧全大局嘅。不過唔等於我哋粵語嘅節目就係劣質節目噃。等陣再講下我哋粵語節目嘅良心，對所有中國人民甚至境外華僑嘅作用同價值。上面就係飛哥嘅第一條睇法。就係你哋睇到嘅視頻，未必就係良心好視頻、好節目。有人因為怕麻煩，等你冇機會睇到一啲廣東嘅良心節目啫。飛仔哥唔認為自己嘅節目比其他人差。關於利國利民嘅標準，我哋應該辯證看待。連民國嘅民生疾苦都唔可以講，中國無論現在、過去、將來，全部都係一片光明。電視劇只能夠演啲雞毛蒜皮神經病、無病呻吟嘅劇情，到底係咪一種正常嘅現象呢？睇完咁樣嘅節目，到底人民係咪就會真係以為我哋國家就係最偉大、世界最威水嘅國家呢？我哋國家嘅消費能力係咪要靠咁樣嘅影視節目同網紅去保護呢？係咪任何言論或者視頻都要上綱上線同穩定掛鈎？中國經濟、中國工廠就會永遠增長，唔會有困難呢？如果而家係1937年抗日戰爭時期，國家需要一致對外，全民需要統一抗戰，咁樣做或者有幾分道理嘅。但係和平時期有冇必要做到見風就係雨呢？呢點係飛哥嘅第一點對平台管理嘅不同睇法。每個廣東人都好懷念改革開放時期，懷念過去開明同寬容嘅政府領導們，包括最早期嘅習書記、陶書記同黎子劉書記。上期飛哥嘅父親同陶書記嘅家人合照，係改革開放時期上級領導支持番禺知名嘅燈光音響企業大膽創新進取嘅見證。譚詠麟演唱會都要揾佢哋幫手先可以開唱㗎。我阿爸就做過呢個企業嘅顧問啊，冇吹水，如假包換㗎。呢條街唔係華爾街，但係改革開放時期曾經最重要嘅一條街就係義發電器街，或者叫電器城。嗰陣全國都嚟呢度買電器，如果你唔嚟，可能都結唔到婚啊。大家如果真係唔知道陶書記嘅大名呢，可以去 AI 問下。呢度飛哥就唔直接講出嚟啦，原因省略1萬字。改革開放嘅好處就係普通人有機會靠自己嘅努力，唔需要靠國家安排。某啲上級用國家意志為理由，嚴格限制你去做邊種工作，限制你嘅創新能力，等你哋少為國家惹麻煩。咁官老爺就可以放心做官啦。可以講，改革開放對好多中國人嚟講，就係寬容嘅社會氛圍。當時發展經濟係第一要務，發展民生係第一要務。對人民嘅寬容，
意味住我哋國家已經脫離咗戰爭嘅風險，可以放心搞建設啦。但係而家呢種寬容已經越嚟越遠離我哋。我哋廣東人嘅生活好似或多或少都變成咗同呢樣安全、嗰樣穩定息息相關。咁係咪就意味住戰爭已經離我哋唔遠？大家係咪應該立定心水，準備等開打呢？最慘就係唔知道幾時開始，講戰爭相關嘅歷史故事又成為咗敏感話題。飛哥上次唱嘅《浮生六劫》粵語歌係同名香港電視劇《浮生六劫》嘅主題曲。其實《浮生六劫》呢部經典嘅電視劇並唔係講戰亂嘅，真正同戰亂有關嘅劇情只有一集。呢部劇講嘅其實係香港華僑嘅人情世故，芸芸眾生喺金錢利益嘅支配下，對情義同利益被迫進行選擇嘅故事。戰爭只不過令佢哋更加珍惜彼此嘅情義，好似長叔，佢當彭仔係自己個仔，一次又一次咁相信佢，然後俾阿彭仔出賣完，再繼續不計前嫌咁相信佢。點解啊？就係因為戰爭當中，彭仔嘅養父阿年哥救過自己，當自己係親兄弟一樣去幫忙。呢種情義，我哋現代人係唔會有嘅。特別係我哋而家啲獨生子女，當老豆老母俾佢嘅嘢都係應份嘅，對親人除咗講錢就無情無義，唔再講犧牲，唔再講報恩啦。咁我哋中國人嘅人性，如果繼續咁樣落去，可能就只可以選擇自私自利或者躺平等死啦。飛仔哥明白，我哋管理層唔願意等人民睇到戰爭、民間疾苦，係出於促進消費嘅需要，同希望保護人民免受負面情緒嘅影響。但係連民國或者舊社會嘅民間疾苦都唔可以講，都要限制人講，到底係對人民好呢，定係唔好呢？今時今日仲當人民係3歲細路仔，以為宣傳乜嘢佢哋就信乜嘢，恐怕只會適得其反，會令到年輕一代乜嘢都唔再相信，選擇躺平，恐怕先係呢種管理方式嘅真正問題。呢種隱患，管理層有冇諗過點樣解決呢？所以飛仔哥一向對經典嘅粵語港劇、粵語歌十分支持，同歌頌蔡廷佳將軍嘅民族精神一樣，我哋應該用呢啲港劇嘅精神、人情世故去教育我哋嘅人民，教育我哋嘅子女。飛哥甚至有一個提法，每日睇一集懷舊港劇，就可以等每一個中國家庭嘅成員身體健康，父慈子孝。因為老人報話，經常感動流下眼淚，係有利於身體排泄廢物，令人長命百歲嘅。具體呢部劇免費嘅觀看方式，大家可以去評論區提問啦吓。呢度講咗，可能又會使大家冇機會免費睇得到粵語經典，原因繼續省略1萬字。唔該各位老細，俾多啲空間同自主權俾我哋粵語主播啦，唔好樣樣都國家管到鐵桶一塊，日日只能夠睇一啲冇到營養嘅節目，或者一啲得把聲喺度直播帶貨嘅節目啦。搞活經濟係有好多方法嘅，首先等我哋人民擁有憶苦思甜嘅權利啦。唔該，下面再重溫一下呢部電視劇嘅感人片段，希望大家都能夠揾翻過去中國人嘅情與義，然後再去揾翻我哋嘅民族精神同自信啦。再送上飛仔哥唱嘅香港無綫電視劇劇集主題歌《笑看風雲》，我哋下集見。